第15章，一个较早起，祭司长甲长老、文士、全公会的人，大家议论，就将耶稣捆绑送去，交予彼拉多。彼拉多问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嘛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你讲的是。”祭司长告伊真多的事。彼拉多阁问伊讲：“你看，因告你遮尼多的事，你什么拢无回答？”耶稣犹原无回答，直到彼拉多觉得稀奇。逐摆拄着这个做奇，孙母照众人所求的，讨办一个囚犯予因。有一个人名叫巴列巴，甲作乱的人三甲捆绑。因作乱的时阵，捌杀过人。众人上去求孙母，照常例甲因办。彼拉多讲：“恁爱我讨办犹太人的王互恁嘛？”伊原知影，祭司长是因为怨妒，才将耶稣送来。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宁可讨办巴列巴互因。彼拉多阁讲：“安尼款，恁所称作犹太人的王，我怎样办伊呢？”因阁话讲，将伊钉十字架。彼拉多讲：“为什么呢？伊做什么歹事呢？”因阁较出力的话讲，将伊钉十字架。彼拉多要互众人欢喜，就讨办巴列巴互因，将耶稣鞭拍，交互人钉十字架，兵丁将耶稣带入衙门的院内，叫做专营的兵，因甲伊穿紫袍，搁用刺皮编做冠冕，甲伊戴，就庆贺伊讲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搁摕一支芦苇拍伊的头壳，配烂伫伊的面顶，跪地拜伊，戏弄伊，就甲伊脱紫袍，犹原穿伊家己的衫，带伊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甲鲁夫的老爸，对乡下来经过迄所在，因就勉强伊三角去，通背耶稣的十字架。因带耶稣到各各他的所在，各各他翻译出来就是独路地，摕沐浴调和的酒予耶稣，伊却毋受。对安尼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连口分伊的衫，看是一罪得什么？钉伊伫十字架顶，是基础的时阵，伫顶面有伊的罪状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。因阁将两个强盗甲伊同钉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对遐经过的人辱骂伊，摇头讲：“嗨，你这个拆毁圣殿，3日阁建造起来，通救家己对十字架顶落来吧。”祭司长甲文士也是安尼戏弄伊，彼此讲：“伊救别人，袂为救家己。”以色列的王基督，现在通对十字架顶落来，互阮看见就信。迄个甲伊同定的人，也是支持伊。对中昼到申初，遍地拢黑暗。申初的时阵，耶稣大声喊着讲：“以罗伊，以罗伊，列玛撒巴各大尼。”翻译出来就是
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边仔徛地的人，有诶听见就讲，看，伊叫伊利安呢？有一个人走去，将海洋运满厝，放伫芦苇顶，送互伊啉。佫等着看伊利亚来无来，将伊摕落来。耶稣大声喝叫，气就断啦。殿内的帐对顶到下裂做两边。对面徛地的百夫长看见耶稣安尼喝叫开灯，就讲：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囝。佫有一寡妇女远远的观看，内中有抹大粒的玛利亚，佫有小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佫有撒罗米，就是耶稣伫加利利的时阵跟地伊服侍伊的遐个人，也有甲耶稣上耶路撒冷的一寡妇女伫遐观看。到下昏，因为这是有庇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，有阿里马太的约瑟进前来，伊是尊贵的义士，也是听候上帝国的。伊好胆入去见彼勒多，求耶稣的身体。彼勒多奇怪，耶稣已经死了，就叫百夫长来，问伊耶稣死了久无久，就对百夫长得知实情，就将耶稣的身尸赐互约瑟。约瑟买幼麻布，将耶稣摕落来，用幼麻布包好，安放伫搬石中拆出来的坟墓内，佫刷一块石头来踢条墓门。抹大粒的玛利亚，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拢看见安放伊的所在。